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昨昏请示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即马高报在瓜，也毋过北检不服提出控告，昨暗北检控告成功。高院即马是撤销原裁定发回更审。高院是认为讲，虽讲即个案已经起诉，也毋过4个被告也是有串口径的疑虑，所以撤销高报的裁定。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就会个召开第二庭。也毋过，民众党是批评讲，到底是有啥物款步数会当去串口径，拢无讲，无法度理解，也强调因会全力维护郭文哲的清白。北检就提出抗告了，会不会担心？牵涉金华城背下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示，外界伫咧注意北检第2遍提控告，其中声明讲，郭文哲等人高报在外，恐也影响重要证人的定数。像蔡壁如改变讲法就是其中一例。当真相还在穿血的时候，这个谎言已经跑遍了全世界。检调又要提抗告，那在侦查这件事情，我想我就不多发言。北院裁定4个人增加保释金、挂电子卡条，除了日常生活加工作所必须以外，禁止接触共案被告加证人。高院昨8点外撤销原裁定，发回经裁。依照即卖科技发达，会当用网络秘密通讯，稳备性正悬，无容易发觉的实况来判断。郭文哲等4个人保释在外了，才容易用通讯软体进行稳备通讯，甲共犯或者是证人交传。北院无具体说明防止交传的方法。民众党对高院发回经裁表示痛心加不解，认为郭文哲已经提悬保释金到事务净利7000万，并且执行科技设备监控，到底有甚么搁再被羁押的理由？将会全力支持郭文哲捍卫伊的清白。因那北院是按算伫今仔日传唤被告开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昨昏伫党内的中央委员会宣布请辞，即马是由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黄国昌来做代理主席。那正式的党主席选举会伫2月份卡到。郭文哲拜托支持者，唔通因为伊请辞就退党。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出夜到台大新竹分院看因老爸，伯阿甲因妈妈行出边就去城隍庙拜拜祈福。各位加油！加油！我相信你。大家平安呐，希望大家都平安。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蛮早就出门了？8点前就出门。来看他爸爸了。郭文哲起台北了，会到主持民众党中央委员会会议，正式宣布请辞党主席。都已经正式向中央委员会请辞，那也非常谢谢所有中央委员都支持我请辞的理由。我个人是推荐黄国昌代理党主席的，那他个人的政治的经验能力，还有在立法院的表现我想大家有目共睹了。他不是不爱我们台湾民众党，他是因为爱了我们才做出这个选择。他不是离开了我们，他是离开了主席这个位置。但是他的精神跟我们永远同在。郭文哲强调，伊是民众党忠心党员加志工，也拜托支持者唔通因为伊请辞就退党。民众党的中央也来真侪支持者，也着请假无请辞的标语挺郭文哲。郭文哲讲，2月7日新的中央委员会就会上任，新的党主席选举结果大概是伫2月7日进前就会确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2005年新的一年，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是头届发表元旦谈话，强调咱政府会坚定来行民主路，行向世界。也若针对最近咱国内政治上纷纷扰扰，赖总统是强调讲，宪政体制爱用民主来解决。所以刷落来，伊要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伫代表咱台湾去参加川普就职典礼进前，邀请伊去总统府啉咖啡。任内第1遍发表元旦谈话，以民主学习国力影响世界新局。总统赖清德展望台湾的2025年，
第一个讲到国内政治纷争，对立法院伫冲突中三读通过选罢法、在违法、宪诉法三大法案。伊认为，就要伫个宪政体制内，依照民主的方式解决。行政院有权提出复议，提供立法院重新审视的空间。宪政机关也可申请释宪，人民也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可以汇聚更大的民主力量，展现主权在民的真谛。伊若面对条件严重的对立，赖总统也提出善意，讲伊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带团去美国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伫执法进程，希望会让邀请朝野特使团前来讲国家大事。身为总统，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团结朝野，化解分歧。那我也打算在韩院长率领朝野代表启程之际，邀请他们到总统府来，大家一起喝咖啡，我们大家一起来聊聊国家的大事情。伫谈会中，赖总统也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讲将会继续提悬国防预算，强化全社会防卫加经济韧性，并且深化加全世界民主共享力的合作。伊讲，极权主义若愈积极，民主国家就应该愈团结。因故最近有网红讲，中共对台湾的统战作为，敢若是欺骗台湾人办中国的身份证。对此，赖总统也向中国发挥：台湾有一句俗语啦。免钱的上贵。如果有任何人想要前进中国去拿身份证，怎么样看都不值得了。千千万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然后走入歧途。因为民主无价，自由不能折现，独独对台湾采取种种的措施，这真的是对台湾表达善意吗？伊若是毋是要恢复两岸观光？赖总统讲，真正做害交流的是中国，并毋是台湾。若中国真正有诚意，竟然会当先由咱方的文旅会甲中国的海旅会谈判。也强调，台湾真愿意甲中国交流，因果原则是爱对等、尊严、健康有秩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若昨昏总统府元旦升旗，今年是赖总统头一届以总统的身份去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来领唱国歌。今日国民党中央同款嘛有因家己的升旗典礼，党主席朱立伦就呼吁中央，希望两岸唔通阁对答，新的一年爱和平。真欢喜的到小国旗入场，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个总统府头前的元旦升旗典礼，甲副总统萧美琴两个人拢穿着空军的英伦风衫，甲民众最近伫咧凯道唱国歌迎接新年。呼应今年的主题，台湾地主迈向未来。总统府邀请百工百业的代表领唱国歌，赖总统喙有小可开开，边的秘书长潘明安是全程喙拢无震动，顶多是萧美琴正大方的开喙做伙唱。伫咧结束了，赖总统也特别甲行政院长杜英台，一个立法院长韩国瑜握手致意。不过，杜英台甲韩国瑜两个人是自头到尾拢无互动。替台湾加油！对于总统府头前的升旗典礼，民众党表示有收到邀请函，不过是照往例由首席的中央委员林富南代表党主席郭文哲参加。另外，国民党是伫党中央甲举办升旗典礼，经总统法院叫也来参加。面对国会一直发生冲突，朱立伦点名执政党伫过去一年制造条件的对立。在民进党强力的杯葛，甚至用暴力的手段之下，我们立法委员团结一致。让25年来没有办法修正的财划法能够顺利的通过，80岁以上免84量表能够顺利的通过。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尤其是赖清德政府之下，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斗。这个斗才是国民党的代表字。扩权法案斗官员，暴力攻击斗立委。总预算拖延和选罢法斗人民，而赖政府是另外一个斗字，与国际盟友斗争合作，和人民到底站在一起。
人也讲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另也是强调所谓政治纷争，拢必须伫咧宪政体制来解决。另外，朱立伦也讲到两化，强调求同存异，两化才法度和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乡亲，同齐来关心天气。今日受南边云系往北边甩影响，各地头今日云拢较高，而且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咱同齐来看云图。气象署伫今日是有针对南投甲花莲发布大雨特报，南投抑个花莲的山区今日拢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东北部、西半部的山区落雨的时间嘛较长，嘛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受乌云抑个有落雨影响，咱台湾今日各地抑个偏乌金门，日时的高温是18度至21度，马祖是15度。因若暗时的时，各地头偏乌低温是15度至18度，金门、马祖搁较低12度至13度。乡亲伫透早透暗拢爱穿好少。2天前，中国是有搁开放咱台东的往来食客会当进口，也毋过去年是提进口的关税20%。嘛，因为咱去年有一寡风台，所以咱国内往来食客的产量有减少，品质嘛较歹。今年外销订单无济，所以台东县的农会就推出一寡往来食客的加工品。台东的往来食客即马正大出，不过去年2个风台侵袭，真侪果子拢落来。自去年10月开始采收，农民就发现产量减5成左右，而且品质甲往年也袂比的，收入又搁减少。农会即马开拓往来食客加工应用，做做往来食客果子酱、冰淇淋、软糖、果子醋等各种加工食品。会很受到健康养生族群的喜爱，是因为它含有氨基酸。要看每一批凤梨世家的甜度不同，好，那你柠檬汁的量就要做调整。往来食客自去年到即马外销中国才1000多吨，是2023年恢复外销中国的1成左右，大幅度衰退。主要是受到风台影响，再加上去年中国各提关税20%，也影响往来食客外销。农会讲，今年会开拓更加多元的外销管道，也有加工食品的应用，避免太过依靠中国市场。贸易商当然他会以行销的一个它的成本考量嘛，国内跟国外啊两个在行销上都还算是顺畅的。农会估计目前一袋菌的泡卖价销30到50块左右，虽然比往年较低，不过也有3个月的产期，也有起的空间。但是就要和往来食客应用更加多元，才能对农民更加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早生元旦，因为有一寡爸母会专工算日子，希望会当生出元旦红婴仔。因若伫台中的茂生病院，去年元旦有生出7个红婴仔，也毋过今年的元旦一透早，敢若2个妈妈在等要生囝。即嘛表示，即嘛咱少年人无爱生囝，台湾少囝怀问题是一年比一年还阁较食力。来到人世间，元旦早起8点33分出世的查甫婴仔重2900克。护士阿姨抱着咧，先甲妈妈来拍招呼，要确认伊有健康无。欢喜迎接心肝宝贝，爸爸抱着咧是愈看愈欢喜。不过爸爸也是希望后生生妈妈较好。像妈妈好一点啦，不要像我太调皮。位伫台中的茂生病院早就传好，亲像2包的枕头要送互伫元旦出生的只红婴仔。不过，甲去年元旦接生7个来比较，今年顶半天敢若接生2个。院方讲，今年龙年恐惊出生率是增加，出生率上悬的龙年有超过42万的新生儿。顶一摆龙年也挖过23万人，今年恐惊出生无到13万人。本来在龙年的话都会止跌回升，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种状况产生，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哦。当然生不如死，这个已经没办法反转了。国内新生儿人数连续8年负成长，109年也超过16万人，不过112年已经落到13外万人。去年到11月统计，新生儿有122360人，那12月出生数无够多，有可能继续连续创下9年负成长。妇产科医学会指出，低出生率甲社会甲经济条件有关系，也若晚结婚甲晚结婚这个影响也是真大。
现在人都30几岁才结婚啊，受孕率跟20几岁的人比起来，其实就比较低了。等于是能够受孕的能力跟时间都比以前要少1半以上。很多人就会不敢生，或者是不愿意生，7折8扣下来的，跟以前比就剩下1/3了嘛。中医台新竹妇医早起9点半进前，总共出示5个自然生产的元旦的红圆仔。新竹县长杨文科也特别到病院来恭喜，院方也送这个伴手礼。毛姓病院讲，未来5年新生儿人数恐惊过6到12万5千人，未来避免新生儿人数继续降低，政府需要提出有效的社福加劳工的政策，才具体作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伫台北市立动物园，昨昏元旦嘛有新的动物入厝，是5只鹰猴。这鹰猴有的是走私的，有的是违法掠去饲的，即嘛是拢刷到台北动物园，被伫新的一年，互因展开新的生活。为黄光石路会当看到鹰猴爬悬爬低，边仔有几若只困伫箱仔内底耍。自2025年元旦，鹰猴正式出现伫咧台北市立动物园，和同款是野生性动物的草尾猪如虎猴大做伙。伫台北市动物园鹰猴有5只，全部拢是公的，不过因拢是违法放炸入来台湾的。2批的话，大概是就是从县市政府有从民众非法饲养那边有查缉进来，然后另外有一批的话是从海关那边，就是机场那从外面带进来的。针对保育等级较悬的动物没收，动物园会收容，不过数量无济，干那2车白虫类就超过1000只。啊，那另种类鹰猴是非洲动物，体型细细只，不过目睭甲耳仔拢大大类介高水。其实民众无应该饲，若无专业的知识，颠倒会害着因。动物园表示，这鹰猴是群居性的动物，若干那饲一只会影响到因的社交发展。另外，提供的食米嘛是一个大问题。民众可能为了也许就是水果啊、蔬菜啊这些，对他们来说并不是野外他们一定要必须吃到的食物，那有可能会造成他们一些健康上的议题，过胖啊，或者是会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都有可能造成他一些疾病的产生。这阵鹰猴住在拉里馆，最近嘛有一只动物引起关注。来看这只树蛇，看到人是完全唔惊，佮会倒挂为树仔爬来到栏杆的树花顶悬，动作介美丽。这只树蛇几工前爬树机的时，无细致摔伫咧游客身躯顶，加在这游客和树蛇拢无受伤。园方嘛咧评估，敢要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维护安全。记者林静梅配合组台北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因为地方的势力介入，最近这几年中南部直直传出太阳能供电的弊案。去年咱国内太阳能案得到申请许可的数量是创下新高。即马有一间伫全世界正出名美国基础建设投资基金公司的外商，因就表示，因母公司已经降低咱台湾投资的级数，对头前名即马改做尾名，即马台湾是和菲律宾同级。来看联合报。为着因应全民动员法，为发布润性医疗计划，内底内容有写讲要有地下病院来避免战火。医疗人员即马嘛爱开始接受训练，爱练习伫唔是病院的医疗场所来开刀做手术。相关的指引伫旧历过年过就会对外公布，无排除会列入未来病院评鉴的项目。来看中国时报。诈骗包裹即马又搁出现啊！甚至搁有去食世界棒球12强，台湾摕到冠军的名声，去看诈骗的广告。民众拍开包裹，发现伊根本就无买这物件，为什么这物件会寄来？内底拢是一寡粗粗俗俗的物件，嘛提醒乡亲接到简讯，叫你去超商领包裹，爱细字，准讲若无买就唔通领，有可能是诈骗包裹。新竹市的警察局就有统计，去年9月份至11月份诈骗的案件，发现有将近17%的受害者拢是伫科学园区科技公司上班的，而且呢，因为因的薪水较悬，收入较好，所以平均一个案损失拢超过480万起跳。警方手提工具破门，入去房间了，随甲人压伫面床顶。因为伊是诈欺集团的成员，专门找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民众做诈骗的目标。他们还以朋友的名义寄售一支全新的 iPhone 14手机给我，他们都有教导我不要跟行员说是投资股票跟贷款，因为这样子不容易过，要说是付工程款，比较不会被欺负。
在多次的会谈跟面交的过程中，先后我投入了新台币约1100多万。根据新德市警察局的观察，科技人员渐渐成为诈骗集团拐骗的目标。因为根据统计，9月至11月，新德市1363件诈骗案当中，有228件被害者拢是伫科技产业食头路，互人诈骗的金额有1亿8000多万，平均一件就超过480万。警方认为，因为科技业的薪水较悬，平常时生活也较单纯。以同样这个科技业被害的状况，那新竹市的科技业，它是全国平均科技业被诈骗的2.4倍。以往受害的状况，大部分都是假投资，但是假投资它在前一段会遇到假交友的问题，所以它是一种结合式、复合式的这种诈骗行为。警方宣传反诈骗，现场也邀请科技产业加入预防诈骗团队。科技公司也答应会加强内部员工的教育训练，增加员工防诈骗的知识，唔通互人骗去。不管电信单位或者是金融单位呢，他们已经被利用成为这个犯罪的工具。那这中间呢，怎么样有技巧的能够找出一些异常的现象？警方表示，人人拢需要提升防诈骗的知识，这跟年会职业学历无关系，因为诈骗集团的部署直变，要透过政府、民间企业以及社会互相合作，才当降低民众受害的风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台中的巨业交通，因的公车伫去年9月份的时有弄死一个大学生，互台中市政府冻发了后，台中市政府嘛收回300号公车的经营权，收回3个月。因啦，台中市政府即马表示，伫收回的这段期间，业者有改善，违规嘛有明显减少，所以已经同意业者会当恢复出班。公车网站和民众上路车，台中市巨业客运公车去年9月因为弄死东海大学女学生，后收回旗下300路，营运路宽3个月。元旦即天宣布复开，民众看法无同。就3个月那个新闻过了就过了，但是那个人命就停在那时间，我觉得3个月太短了。那我觉得如果说他要符合，然后议员这边有在追查、有在把关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巨业交通305公车去年9月2日暗时经过中区对立川东街到外中山路时无做好停看开，直接弄到行伫的花条线的女大学生，造成一死一伤。市府除了冻发业者120万，也收回台湾大道黄金路线300路路宽3个月。交通局调查这段期间，巨业交通和民众投诉行车安全案件，甲违规案件数落下降。面对行车安全已经改善，经台中市汽车客运审议委员会审议决定，同意业者伫元旦即天复开。持续的教育训练嘛，这一定基本上的嘛，然后还要邀请警察单位在对我们现场指导嘛，然后还有在路口稽查这个部分，都派人去做这样。近3个月，居业交通人民陈情案件涉及行车安全件数，稽查机关庭中居业交通违规案件数皆有明显下降。考量居业交通行车安全已有改善，决议自114年元旦返还居业交通300路营运权。市府强调，虽然同意巨业交通300路复开，不过依然继续观察业者行车安全改善情形。若发现重大行车安全的事件，会评估再收回路线营运权，也要求全市客运业加强公车司机教育训练，确保大众运输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昨昏2005年头一天，美国就发生恐怖攻击。这是伫纽奥良一个德州来的42岁美国公民，伊车驶真紧，佮弄向人阵，造成15个人死亡，35个人受伤。尾仔伊是互警方开枪弹死。警方伫伊的车顶有超出 ISIS 的机啊，佮伫其他的所在找到爆炸的装置。调查人员认为，伊可能也有其他的强犯。路的有几多人倒伫咧涂骹，规身躯拢全毁。纽奥良正正入2005年3点外钟，就发生超工赛车弄规阵人的案件，造成重大死伤。有人被弄飞起来了，割削的涂骹；有人伫现场做心肺复苏术。受伤的包括警察甲乔治亚大学学生。Sound of crunching metal and bodies. 警方伫凶险的车内找到恐怖攻击的敏感证物，确定嫌犯是42岁来自德州的查甫人贾巴，伊是美国公民，超工开车向规定人的所在弄过去，佮落车开枪，互警方开枪拍死。He was driving a Ford pickup truck, which appears to be rented,
and we are working to confirm how the subject became in possession of this vehicle. Weapons and potential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 were located in the subject's vehicle. Other potential IEDs were also located in the French Quarter. We do not believe that Jabbar was solely responsible. And it was very intentional behavior. This man was trying to run over as many people as he possibly could. It was not a DUI situation. 案发的地点伫咧牛仔良市法国区真有历史的旅游景点，以音乐加酒吧有名。路易斯安那州宣布紧急状态。伫即天有全美国大学的美式足球赛季后赛铜杯伫当地举行8强赛，乔治亚大学对圣母大学的比赛将会延后一天。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南欧的国家蒙特内哥罗伫过新年嘛无啥平静，因的旧首都伫元旦的时有一个查甫人伫酒吧开枪，造成4个人死亡，4个人受伤。目前凶手还未抓到，因的总理已经宣布全国哀悼3天。枪击事件发生了，酒吧外口的车路规拢全毁了。伫南欧巴尔干半岛的蒙特内哥罗。新年无平静，伫过去王家古都瑟提涅一间酒吧发生枪击事件，一个查甫人夜前来酒吧开枪拍死酒吧头家等人，搁走到另外一个所在，枪杀酒吧头家囡仔加一位婚姻人。Užasna tragedija koja nas je sve pogodila na Cetinju, odnosno selo Bajice blizu Cetinja. Trenutno su sve ekipe policije, posebne PJP, specijalci. Sve što je raspoloživo u Podgorici je trenutno na Cetinju. Tražimo počinioca. Na dobrom smo tragu, međutim najbitnije je sada imamo 4 teško povrijeđene osobe koje su iza nas u kliničkom centru. 蒙特内哥罗人口差不多62万，是以枪击文化有名，真侪人拢有枪。2022年就发生过严重的枪击事件，造成12人死亡。警方讲，元旦这件枪击案，犯案的查甫人差不多45岁，即嘛伫咧走路，不过并无讲实际死亡人数。蒙特内哥罗的总理斯帕伊奇宣布全国哀悼3天。总统米拉托维奇是伫社群媒体对这件悲剧感到震惊，也对失去的无辜性命致哀。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译。摕现金护照伫欧洲会当溜溜去，因为入会国家会当互相无边境管制，自由来往。今年开始，佮新增加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入会，所以因的版图已经扩大到29个国家，人口亦是达到4亿7500万人。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个内政部长伫下年的这一暗，拢出现伫边境的检查站，恭喜这赛车的人会当唔免落车查验证件，直接通行。За двете държави България и Румъния това е един исторически успех, който постигнахме съвместно на база на доверието и на усилията, които положихме през тези години. 这2个伫东欧的国家边境相连，逐天要过境的车数量是真大棚，2个各界30个检查站。为着要检查证件，逐天排队拢是排甲落长。这2国从2011年就开始申请加入申根区，后面新冠局伫去年12月12日正式投票表决通过2国的申请案，而且决定伫2025年1月7日返点过开始实施。保加利亚甲罗马尼亚2007年开始就是后面的新冠局，2010年就已经有加入申根区所谓的条件。会拖遮侪年，关键是因为奥地利甲荷兰对非法移民偷渡过境的问题有疑虑，嘛因为安尼，海空边境的申根区为去年3月份就开始实施。陆地申根是伫咧2国甲奥地利签署协议，答应会加强边境的管制了后，才有具体的结果。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因为是2024年的12月31日，巴拿马运河是庆祝移交25周年，有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因若针对川普进前捌讲，伊要甲运河的主权搁摕倒转去，巴拿马的总统是表示讲，这条运河就是因的。若针对这几年运河因为可换无水，所以即马看起来运金还佫有过路费，拢会对得起。为庆祝巴拿马运河移交管辖权届满25周年，巴拿马当局伫3月举行真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总统穆里诺亲身担任升旗手，和代表主权的国旗伫运河管理总部搁再升起来。Hoy vemos la bandera panameña ondear libremente
como si hubiese estado ahí por siempre. Es importante que nuestros jóvenes conozcan y mantengan bien presente el altísimo costo de lucha y sangre que implicó izar esa bandera en ese lugar como señal inequívoca de soberanía. 巴拿马运河全长82公里，通过巴拿马地级是连接太平洋甲大西洋的通行要道，由美国伫1914年修建完成。美国前总统卡特1977年签署条约，同意伫1999年甲运河的控制权移交予巴拿马。由卡特几工前拄过身，莫尼诺也超工讲到这段往事。Y una tristeza que nos invade por la muerte del presidente Jimmy Carter, quien junto a Omar Torrijos y las generaciones precedentes tuvieron la visión y la nobleza de recorrer el justo camino para que el canal tuviese la nacionalidad que correspondía, la panameña. 莫尼诺讲，巴拿马拥有巴拿马运河主权，这点永远未改变。也正因为巴拿马采取中立的管理立场，维护具有战略地位的巴拿马运河，牵涉入任何的冲突，世界各国才放心。而且为搁再回应川普进行讲要收回运河的威胁，也对川普暗指运河即阵由中国军人非法来掌控。莫尼诺讲，这是真含糊错误讲法。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日本媒体有报讲，中国伫去年12月底，佮针对台湾周边的海域进行封锁，而且封锁的范围是大到日本的宫古海夹起，也伫钓鱼台附近派海警船。日本政府是认为讲，中国为着要控制台海，有可能会扩大海上封锁的范围，日本已经加强警戒。继续关心南韩的法院正式通过对因的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南韩的调查人员对外表示，因会伫1月初6限期内去执行。也若尹锡悦是讲，伊会对抗到底。伊的支持者嘛伫总统官舍外口声援，讲要保护到底。来看美国夏威夷的一大社区，伫过年暝下年的时放烟火，烟火爆炸，造成2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也若爆炸原因正在调查。镜头个等下咱国内，台北101的烟火下年活动结束散场的时，有民众是看到讲，伫边仔的大荧幕顶悬，竟然是出现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安尼是引起争议。市府这边有赶紧出面解释讲，这是工作人员严重的疏失，后续会追究责任，爱厂商负责。看年暗嘛，管20万民众来到台北市政府广场观赏101烟火。不过散场时，有民众发现松寿路这边大荧幕播送的纪念是中国官方媒体央视的跨年节目。甲画面铺上网了后，网友讲，敢有骇客咧，也是用统战啊，引起议论。初下晡转来到现场，转播表已经予工人来拆掉啊。不过绝大多数民众拢认为，伫咱的首都跨年活动来播送中国节目，开始无啥妥当。好像不太妥了。我们台湾应该也会有节目可以播放，为什么一定要播央视？我觉得之后可能可以再多注意这样子。要叫主办单位出来说明啊，做这个动作是什么意义啊？而且你是在首都诶。对此，台北市关团局说明，这是工作人员严重的疏失，会依照契约规定对承办厂商处理追究责任。承办厂商也发出核实的声明，讲伫仪体设备撤收期间，因为导演机厂商的笔记型电脑无甲 YouTube 自动轮流播送功能关起来，意外转播，毋是即摆活动的内容，感觉真失礼，会加强督导，并且提出明确改进。好好的一个跨年晚会，结果荧幕上却出现了中国跨年的这个活动的影片，这让在场的市民都感到相当的傻眼。以后台北市政府在办大型活动的时候，应该要特别要求厂商啊，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啊，才不会有这个非预期的画面跑出来。国民党甲民进党议员拢讲，任何大型活动拢应该做好完善的规划，好让北市府爱记的这摆错误。廖委会是讲，这摆甲进前台中市新兵05专车顶面有司机家己报送中共宣传片同款，拢真无好。希望相关单位应该负起责任，好好来核实的检讨。记者综合报道。迎接2005年台北101的烟火，这届活动有超过20万人次去遐参加。活动一个结束，收衰工会嘛随开始。这届台北市环保局加强是出动785个清洁人员，清出25栋的粪扫。也那舞台已经拆线，伫今仔日透早6点，周边的交通已经恢复。
东区，然后离开赶快，而且往后走，往后走。台北101跨年活动结束，元旦即天，拆除101跨年舞台的业者，规工拢咧无闲拆除作业，边仔嘛围开封锁线，爱经过民众唔通越近，才袂危险。我们从马来西亚来这边，就是要来这边拍照，而且然后就施工。就没办法在那边拍美照。原本是想要在这边，然后拍101，然后打卡这个彩虹道，然后今天就感觉不是很方便。台北市政府公告，目前市府路甲成仁爱路舞台也袂拆线，所以元旦也是禁止通行，如果爱等到拜四透早6点过后，才会开放通行。也若即届台北市跨年烟火吸引超过20万人去看，活动一结束，收煞的工课随开始。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跨年活动结束，就随派780个的清洁人员、44台清洁车去做清理作业，拢总清出来20个吨的粪扫。环保局嘛学了民众愈来愈有环保意识，照期间分类，免1点钟的时间，清洁人员就甲活动现场的粪扫整理好势。甲往年比起来，较无咧乌白等咧涂骹啦，因为阮队员咧结束的时阵，拢会甲迄个粪扫底下拍。另外，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跨年暝冒掠着9件乌白当熏头的违规，其中8件伫咧夜店门口，1件伫咧大巨蛋。环保局提醒民众，若是乌白当熏头，会当罚3600至6000块的罚金，提醒民众唔通违规。记者陈阿选、谢桂玲台北报道。另外，是有民众发现讲，高速公路圆山的路段原本是伫翕路况的这镜头，伫台北101办烟火的时，镜头是设去翕101对人咧看烟火。高公局伫昨昏有出面回释咧，嘛讲已经有警告相关人员，未来会加强教育训练。台北101来跨年烟火秀，即摆放时间有6分钟，配合光雕，吸民众来看。啊，毋过网友发现，放烟火时阵，国道1号圆山段12支监视器的镜头，竟然有7支直接登到烟火秀，亲像公布直播的做法引起讨论。监看路况是为了行车人的平安嘛，交通流量的问题嘛。他把监视器移到去看烟火，好像就不正当了。你的工作就是要监视路况的，为什么要去做这种事情？一定会有人认同不认同啊？像我个人是感觉是不是很认同。过去的跨年暝，高公局大部分的宣导提醒民众，若驶伫国道的时阵，唔通放慢车速，或者是停伫路径看烟火，影响行车安全，啊若无会当罚。民众认为，即马监控人员做法确实观感无好。他把太多的摄影机都转到烟火那个地方去了。我有在特别告诫，会有民众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监视到国道的路况啊？其实我们还是有部分的摄影机在监看这个国道的行车状况，面的那些侦测器，埋设的一些侦测器，来侦测车流的速度、流量、密度。来决定说这个地方到底会有没有发生事故，有些问题产生，有时候因为不是那么准确，所以我可能需要用 CCTV 再做一次确认。学者认为，路况监测会用地面监测器为主，监视器监看做辅助，查看可能影响路况的因素。啊，毋过高公局回释咧强调，国道监视器会以车流监看为目的，不应该转向甲路况无关系事件顶悬，已经各界运作人员会搁加强人员的教育。公视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北大巨蛋已经连续办几啊场演唱会，内底是民众哪唱哪跳唱假。也毋过呢，附近的住户最近有人是怨讲，演唱会咧办的时，因厝内的涂骹拢会堆咧叮当，堆咧喊。甚至呢，阁有传出讲，在伫大巨蛋隔壁的上山分区，这壁砖啊，拢有必顺去。文化局表示，敢有相关，会赶紧派人去会勘。查宾一直咧海吊顶嘛，一直摇。这毋是地动，是台北大巨蛋阿妹跨年演唱会咧唱歌的时阵，四区底下居民因厝拢疑似因为演唱会一直在震动，喊害来害去。电力都已经摇到不能进去，不敢进去坐。有时候一摇可能摇个10多分钟啊。不过大巨蛋开演唱会影响的恐惊唔那是生活环境。台北市文资委员詹添全讲，大巨蛋边仔的市电古迹上山分抢，结果表面的逼棚是愈来愈大，以后有市府爱重视。
元旦假期在松烟古迹区可以看到游客是人来人往，不过在这个装置艺术后面的这一栋建筑物，在去年4月发生地震的时候出现了2道裂缝，不过最近疑似这个裂缝的缝隙越来越大。没想到我们松烟现在受到大巨蛋的影响这么严重，而且破天在起，这个裂缝开墙壁的那个地砖也都被震到开裂掉下来。文主委员刘宗德嘛建议讲，未来若是震动的活动，就不应该伫大巨蛋出租的范围内，应该回归体育活动。文化局最近会找体育局和万雄公司这单位来办理现场的会勘。因噎废食的感觉，大巨蛋反正它做出来就是为了这些活动，更好的配套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对于未来松烟古迹建筑的冲击，规划未来的修复工程的重点的补强措施。结果技术认为讲，大巨蛋在设计的时阵考虑到强震的问题，有乌深地下站来降低影响，但其实强震无亲像地动遐尼严重，主因就是因为台北是盆地地形。大鸡蛋或者小鸡蛋上面所产生的一个震动有没有？对土壤有没有？它会产生一个所谓的一个共振。徐茂庆认为讲，强震的问题和上分古迹损害之间的关系，佫需要观察。松山文创园区是表示讲，大巨蛋办演唱会时阵有定期巡场，有当时会看到茶汤震动，但是初步确认对古迹建筑无影响。接落来嘛会持续来关注。记者综合报道。要提升交通安全，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新的做法。基隆市宣布，针对20个较高发生事故的路口，要加强执法。也若桃园是公告29个路口要设科技执法，要抓超速甲弄红灯。另外呢，乌多摆机车若是该因当讲无经过认证，嘛会吃罚单。对高架桥落来车速一直真紧，不过贵人成功1路这路口因为无设置交通号志，开发生车祸。若是有老大人要过这路口，也可会互车弄到。这边出来反而是它会慢，可是你桥上下来的速度，下坡重力加速度会不会快？很多人都会出来买菜干嘛的啊，这边很容易出车祸，所以他那边现在有设一个，请注意上桥上的车下来。为继续推行对记录人友善的政策，贵人市府伫包含这路口这20个无号志路口增设警示的设施，提醒用路人。市府也对人较侪大路进行可控处理，希望多方加强减少事故的发生。行人有序的部分，我们现阶段我们也请警察局远警在比较重要的路口去针对这个宣导那有一些很明显的部分，我们市政府会推动有裁罚。那贵人市府作为通市府是伫开发生事故路口新增29处科技执法，其中27处会使同时举发超速、抢红灯等多项违规，希望民众开车爱小心细腻。也是要注意啦，会检举也是没办法，自己先违法在先嘛，对，就这样子。另外，通市府也提醒骑机车的人，若是车主改讲无完成登记认证，相关的罚5400块；若无改善继续开，相当罚3万块。看年也已经开始全国头7张的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看到花莲机场的空服员查某的大部分拢是穿裙，也毋过华航对昨开始换新的制服，这内底是有裙有裤，在你介意穿，只要是穿制服、穿裙、穿裤拢会使。坐车来到小港机场，华航的机组人员落车，赶行李进入管制区。头一批空勤人员大部分是穿裙。另外一批机组人员有袂少是穿短裤。比较寒冷的地方，保暖性也比较提升，然后在工作上面也比较利落，活动度也有很大的提升，安全感也提高很多。传统就是旗袍，那可能都会有一点点侧边的开叉，那蹲下的时候可能就会开叉的部分会有一点往，就是会比较就是蹲下来会高一点，所以会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华航讲，为元旦开始，路线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包括上山、桃园、高雄机场的空服员或者是工作人员，拢会当自由选择要穿裤或者是穿裙。让同仁自己选择，他们会依照他们的需求，他们在3套的制服里面，他们可以选择有1套裤装，或者是有2套裤装。空服员认为这短裤的布料穿落不哩舒适，嘛会烧，而且伫做工课的时阵，若需要裤类也是压类，嘛较有安全感。华航是算是作为表率啦，我们算蛮乐见其成的。那希望可以看到这个华航的案例，可以让其他航空公司赶快跟进，一起改善。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去年捌讲，咱国内6间的国家航空公司，敢若有好航制服有长裤，这个华航的改变，嘛希望会当带动其他的航空公司，尤其欧美国家大部分的航空公司，拢已经开放会当穿长裤。日本跟韩国的比例嘛袂少，希望台湾嘛会当量早全面开放。对他们来说，工作上也比较方便。比如说在服务旅客上面，我也觉得裤装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好做事。这样很好，这就是可以自己选择，就是不会受以前那种限制。空服员等等的工作人员上班穿长裤，旅客嘛真认同，互因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会当更加流利，嘛提供更加周齐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昨元旦，总统府有开放参观，去参观的民众伫1月20之前，拢会当摕到总统、副总统的春仔甲红包落甲。今年总统的春仔顶悬是写“六顺好春”，意思是要祝乡亲新的一年六六大顺，好甲有春。今晚你按对来，会议新店来，嘿是，哦，你老空间。2015年元旦，透早一民众来到总统府，领总统赖清德甲副总统萧美琴亲身发的春仔甲红包落啊。有民众对别的县市来，也有民众看腻了规暝无困，就来到总统府外口排队。现场是排甲热长，一个一个在等安全检查，要入去内底参观领春仔。摕到的民众心情嘛真欢喜。就是去跨年，看完年后就来升旗，升旗以后就想讲来提春联安尼。有原来因为头一摆做迄落带豆皮的红迄落，人阮厝迄落遐人看。民众展开总统府的春仔，面顶大大字写“六顺好春”。这是赖清德、萧美琴上任头一年所做的春仔。总统府有特别解释讲，这是台语“六六大顺，好甲有春”的意思。望祝福民众在新的一年通事事顺利。另外，总统府为新年设计贺年卡、红包落啊等等，这顶头也有总统、副总统亲手画的狗仔甲猫仔。那我们都知道，赖总统是狗派，然后萧副总统是猫派，所以一开始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邀请他们的来手绘这个猫跟狗的图案，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有一种表现说台湾是一个就是有爱动物，然后植物多样，一个幸福自由的国家。总统府表示，民众除了通伫元旦总统府开放的时间来领春仔甲红包落啊，搁来在新正年头正副总统到各县市公庙参拜的时，卖发予民众。也那总统府是一直到1月24有开放民众参观的时间，拢通领会到。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新的一年，同款好康的也有学生囡仔，这是今年文化币礼金，第13岁至15岁学生囡仔嘛摕有600点，等于是600块。昨昏元旦头一天，就有学生囡仔赶紧摕去开。2005年头一天元旦休假，吸引济学生来踅街。对今年元旦开始，文化部扩大文化币补助范围，对原本16岁至22岁会当领1200点的文化币，即马搁增加13岁至15岁学生囡仔，每一个人一年嘛有600点的文化币。有各中1年的学生第一天就随来开。今年13岁，然后第一次领文化币，但我还没用应该在这边会用掉吧。文化部鼓励13岁至22岁学生会当加使用文化币，1点等于是1块，会当用来听演唱会、买册、看国片，也是讲做手工艺品等等的所在。特别的是，为着要增加学生的文艺气质，只要到册店消费，也是看国片，这2项拢会当得到回馈金。上次看电影之后有回馈100块，然后后面就是有再去继续用文化币，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趁机读书。如果没有文化币，我应该也是不会去买书的。若是以独立册店来讲，使用600点的文化币，政府可以另外提供300点的文化币回馈金。若是你是用来看国片的话，消费350点以上，会当得到100点的回馈金。文化部提醒学生囡仔伫咧元旦第一天赶紧来下载，会当使用到年底。若是用无到，会真可惜。记者陈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文化新闻来关心，咱台湾歌戏的国宝艺术诞生，伊伫12月31过身，伊是食到92岁。诞生在生时是做小生出名，注重歌戏路。伊退休了后拍拼传承，流行剧歌戏文教基金会嘛有伫老师在生进前家拍纪录片，这支纪录片伫今年会对外放送。
你本是如来佛祖所显的金贤祖，如今事情已经完完。这是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伫咧讲册戏三宗出世内底为观世音菩萨配音的画面。这出戏是诞生的拿手戏大家出之一，诞生甲一生拢奉献予歌戏，认为学戏、做戏拢着认真。伫咧2024年最后一日12月31日诞生逝世，才到92岁。学习就是咱的根本，所以吼，有当时我学戏嘛，感觉我家己会使讲，我嘛不只啊认真。诞生1933年伫新北市新庄出世，自细汉就伫永和戏班永乐园大汉，后来洪在培正修成。诞生真注重鼓乐戏，少年时捌甲台湾第一科段廖庆基做伙组歌剧团，两个人有70几年的交情。伫咧知影诞生过身的消息了后，嘛会感觉真悲伤。特别若等到老艺人无伫啦，老师就会甲我讲，伊哪会使比我较早走？那对我来讲，上无有学一出老师的拿手戏安尼。阮今年已经其实纪录片嘛拍要一年啊，阮基金会嘛在争取讲能不能够甲老师以口述剧本跟迄个3种出世这物件，也包括读剧。整个整理出版。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表示，在诞生老师在生的时，自2022年开始，应用3年的时间，甲诞生8台经典的戏出，透过这方式记录落来。嘛，规划伫今年完成纪录片，互社会大众拢通认捌诞生这位台湾国宝级的艺术。另外，文化部卖办证用证纪念伊的贡献。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镜头来芬兰，伫芬兰北部的拉普兰，这除了是耶诞老人的故乡，另外伫当地阁有一款新型的饭店，就藏伫树林内底，是利用窗仔反光的原理，互规间房间袂出是美伫内底共款。观光客是小济来看，即马逐工拢客满。在拿破仑首府罗瓦涅米郊外的这个树林内面，有一间看起来清气阁简单的玻璃厝，四面反光的落地窗啊，照出随风伫摇的树影。和这间旅店是真正掩心伫个树林内，游客踮伫个温暖阁现代化的室内，就会当把这规片自然美景拢总欣赏到。You can see the forest here, and nobody can walk in front of your window, so you can really enjoy the silence, enjoy the view. 开这间旅店的主人是一对真爱大自然的翁仔某，因为着互旅馆和大自然变做一体，是开真侪功夫。Our first idea was to make wooden logs houses, and we did the first version of prototype, and we saw that it's not melting enough, so we decided that we have to really melt them in and increase the amount of trees by reflection, not decreasing them by the cutting around. 除了含窗仔外的美景真小我，这个旅店内面酒吧含三温暖这设施拢总有，甚至伫户外的顶斗阁会当浸温泉，而且这离罗瓦涅米市中心敢若10分钟的车程，旅客只要一日就会当离开城市来遮放松。But anyway, our main guests are nature lovers, those who want to stay in the nature, but still not far from civilization, so they can have all the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and also not ready to give up of the luxury. 这间旅店因为安尼是成真侪网青来遮打卡，不管是寒天还是热天，会使讲逐工拢客满，变做罗瓦涅米另外一种特别的景点。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一般呢，走马拉松拢是伫户外室外，也毋过呢，伫英国二战时期，因为有捌乌崩坑，即马就伫遐举办一场地下马拉松，参加的人拢爱低头顶。英国第一场地下的马拉松，伫咧英格兰南部城市普兹茅斯，这个伫1942年起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互皇家海军使用的地下掩体，走的人拢戴有电火安全帽啊！伫咧这条460公尺长、按摩摩古式的坑道内面，走42.195公里，也就是伫下骹来回走91年。为崩坑顶较低，若较落的人才小压一个才有法度过。It's damp. There's lots of water coming through some bits of the tunnel. It's dark, obviously. They've all had to have head torches. They all seem to be enjoying it.
这个运动组织拢专门拣一寡较奇奇怪怪的地点来办马拉松，进前就办过伫咧家家内面走，伫码头边走，伫咧规栋的停车场内面走。这边伫咧地下走马拉松，有87个人来参加。伫这项比赛，第一个走到终点的是男子组的麦克伯基，成绩是3点钟42分27秒。伊那女子组冠军是罗拉华特斯，4点钟过22分钟。You know, there was enough room to get by if people weren't running two abreast, but just twists and turns, and you know, by the time you sort of started on one lap, you'd finished it. 主办单位讲，2025年11月会搁办一遍伫咧这个废弃的军事设施内面走马拉松的活动。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同齐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9度；南部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21度。外岛12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咱即摆研究顶师傅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吼，伊的人生行到较侪所在，伊行到倒位，伊就去到倒位。伊毋是特别讲要去制造一个影片，伊是要为自己的人生留下一个足迹。德国的纳粹党的旗啊，搁意大利的、日本的旗啊，三国的旗啊，影来影去。迄时阵，互我一个足 shock 的感觉，就是原来台